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过几天就是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要抹一冬咯。一年容易又春天，乌克兰战争是满一年，大国竞争是达有角，战争是要安怎来收拾？有人比因是台湾的明日。偏偏阿强阿公唔是安尼生，讲来讲去，乌克兰人是安怎活落去？今仔日关系到大题目，甲乌克兰的小日子。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教授兼所长。王明贤王教授，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是正大国际事务学院的院长，也是咱外交学系教授连芳怡连教授。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也是真特别，来自乌克兰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的访问学者迪马。你们好。那么首先呢，咱就先来关心，到底已经烧战了够要一年了哦。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到底即摆是拍到倒位？美国人是真正来收听，那么互相骂来是骂去。罗西亚的总统普京21号发表了演讲的时阵，宣布暂停，要来暂停着甲美国协议的新战略武器裁减的条约。这什么意思？这可能就是要恢复核子武器的测试。针对着这款的言论，美国的总统拜登依然是支持乌克兰哦。北约组织的秘书长认为，普京的做法未须是要向前行第三回的世界大战。过几天，俄国战争特别满一冬。俄罗斯总统普京伫发表国情咨文演讲的时阵，宣布暂停甲美国协议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 New START。佮表示有必要时阵有可能恢复核武测试。В том числе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что в США идет разработка новых типов ядерных боеприпасов. Та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есть. В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и Росатом должн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готовность к испыт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Первыми мы, разумеется, этого делать не будем. Но если США проведут испытания, то и мы проведем. New START 是美国甲俄罗斯双方唯一个限制核武规范的协议，目的伫限制双方核武的数量。俄罗斯外交部强调，伫条约的有效期限2026年到期之前，有关的遵守核弹头数量的限制。普京伫演讲内底依然强调军事行动的正当性，批评欧美国家利用乌克兰冲突对俄罗斯做制裁，是要结束甲俄罗斯的关系。嘛认为西方国家的制裁无成功，对此美国总统拜登是甲普廷化为交战，伊伫波兰发表演讲，表示继续坚定支援乌克兰，而且强化北约组织的东边防线。伫一礼拜以来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1 year ago, the world was bracing for the fall of Kyiv. Well, I just come from a visit to Kyiv, and I can report Kyiv stands strong. 北约组织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利益伫甲欧盟甲乌克兰的三方会谈内底，批评普廷的决定是要向第三届世界大战发展。As he made clear today, he is preparing for more war. We are also increasingly concerned that China may be planning to provide lethal support for Russia's war. Putin must not win. That would show that aggression works and force is rewarded.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就呼吁美国甲俄罗斯爱恢复全面履行条约，认为无核武限制世界会更加危险甲无稳定。而欧盟是表示会召开各国国防部长的会议，讨论更加具体的应对方案。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英。咱首先呢，要甲观众朋友来表明，咱咧做这个周年，唔是干咧做机，咱是要甲大家讲，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到底对着咱世界产生了什么大变化、大意义？这是头一个。第二个，中国的态度看涉着这场战争到底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常常人讲哦，早日的乌克兰是今日的这个台湾，敢是安尼？但是中国显然昨
进前啦，因为外交部长讲，你唔通安尼想，唔是安尼想，到底是安怎？那么首先，咱就对这来先来看起，这一冬以来，已经有47个国家而且是地区啊，对着罗西亚的制裁，而且罗西亚呢，也有差不多万项的这个物件，拢去用制裁去禁止掉。那么，咱来看这个图表哈，影响的代志哈。乌克兰伊个军人哈，差不多有13,000人死亡。那么一般的平民呢，这个记载是讲7000人啦。那根据着咱这个现场哈，这个地嘛哈，咱的教授伊来讲，有的是讲唔拿啦，这个战争实在是讲真残忍，无法度确实讲到底是偌侪人。那么乌克兰呢，受到这个罗西亚这部的这个地雷呢，差不多25万平方公里啊，42%的国土内面拢有地雷啦。这看这边是要安怎吼？经济损失哦，差不多1135亿个美金。咱来看正手边，罗西亚嘛无咧好过，罗西亚的 GDP 啊，2022比2021降低了4.5%，吼，所以呢，双方面拢唔是得意的。所以呢，咱来邀请到这个德马先生教授来讲，因真正伫乌克兰生活目前。哦，是安怎？首先，我来请这个王老师来讲吼，这场战争，尤其中国的角色，就讲我是和平使者，吼，啊，你唔通你去想讲啊，台湾是这个明日的这是过去这乌克兰，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这场战争开始了吼，啊，就即阵来讲啦，讲今仔日的乌克兰，是明仔载台湾啦吼，啊，伊的意思是讲。未来大海若发生战争吼，无他像讲这种状况出现啦吼。啊，毋过经过1年外的发展了后，咱感觉讲，今日的乌克兰明仔载台湾这种讲法是无成立啦吼。一方面是讲战场无共款嘛吼，因为乌克兰跟罗西亚吼，因拢是陆陆相连的，啊，因无像台湾甲大陆，佫有一个台湾海峡吼。所以咱台湾上惊的是封锁啦，譬如讲去年的8月4号甲8月8号吼，中国对台湾的军演，伊就要甲你封嘛，封你，互你船无出去，飞行机袂使飞入来，伊就是在甲你吓惊，叫你投降。所以因即嘛你讲这个代志，讲今日的乌克兰毋是明仔载台湾吼，所以这毋该。啊，毋过中共最近嘛咧讲，嘛袂使安尼讲，为什么呢？因为伊迄个中国的外交部长吼，王毅啊。伊在咧幕咧就咧讲啊，讲啥？讲台湾是伊的一部分嘛。啊，台湾伊的部分，啊，表示讲伊毋是一个国家啦，伊意思讲台湾毋是国家啦。所以伊的意思是讲，我毋是亲像罗西亚共侵略。对，伊表示讲台湾是立政问题啦。所以我话你袂使来干涉，吼。所以伊即嘛来讲，今日的乌克兰毋是问我咧台湾，伊嘛无在讲啦。啊，毋过伊甲这物件。变做讲，这是伊的内部事务的问题啦。哦，是这个主要是这个意思。这意思吼。议长，你的解读的是敢是安尼，还是讲无咯？伊是咧记美国讲你唔通轻举妄动，我无亲像乌克兰共款，我态度较模糊，我对台湾的态度是真明确的，是安尼吗？可我王老师讲的吼，大部分拢是这个真正确的啦吼，就是讲对。大个来讲，伊当然嘛是希望甲世界的国家讲啦吼，就是讲你今仔日即个两边的情形无共款啦。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情形，甲中国甲台湾的情形是完全无共款的。伊对以前以来就是讲台湾是伊的一部分嘛，所以伫个这两项问题，即个议题的迄个性质就无共款啊。所以你毋免安尼想，第二就是战场无共款啊。啊，较多王老师嘛。点破嘛，吼，这其实老实来讲啊，虽然是我会使补充的，就是讲吼，虽然战场的性质无共款，但是伊的困难度更较悬啦。伊的领土落地小连，啊，你的陆军基本上你就会使过边界，你就会使开始爬。但是你要过一个海峡，你上重要是海军、空军你要强。啊，美国伊也要援助乌克兰，伊也有一个足大的欧洲国家，所以也要援助。乌克兰应该是在欧洲国家来做，但是伫咧台海，准讲美国也想要做，伊家己就会使做。你出海了后，伊就是美国伊的海权、海军
上强的所在，所以性质无共款，实力无共款啦。所以伊较多主持人讲的是对中国的角度来讲，我想应该是较俗，就是讲伊要讲的这两个性质无共款，这是我的一部分，所以你唔免安尼想啦。但是困难度是较悬的哦。但是我会问三位这个问题吼，其实吼是咱台湾内部有一种声音，就是讲唔通战争哦，吼是即卖乌克兰就是明日的台湾哦，咱就唔通战争哦。结果即卖中国确实甲咱讲，唔是，恁台湾唔是今仔日的乌克兰，吼，这对着这个有。部分的政党人士来讲，吼，咱台湾的某一寡政党还是政治人士来讲，就要甲咱讲咱唔通战争这件代志，说这句口号煞无好用啦，吼。这个问题咱小等再来讲，吼。所以我要来请教到迪马，哈。刚刚我们跟两位老师所谈的是在说，中国在目前这1周年之前，他有一些角色，他开始说他要来当和平使者。他要来进入协调，或者他可能没有讲那么清楚，但是就这么1周年下来，你可以大略的跟我们叙述一下你在乌克兰的亲人也好、朋友也好、同学也好，他们目前的心情是要一直站下去，还是觉得有一些动摇？那么是大多数的人都这么想呢，还是什么样的状态？首先想说那个。我们好像没有另外的选择，就是继续战争，继续保护自己的国家。没有选择，这是乌克兰的选择，因为现在就是俄罗斯的歧视的行为，对乌克兰的历史语言，就是很多俄罗斯人说乌克兰语言不存在，乌克兰民族不存在，乌克兰的文化就是俄罗斯跟波兰的混的文化。所以，然后这个战争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做一个自己的 identity。然后我们如果我们不继续，如果我们反击，就是好像乌克兰就是一个东西就会消失。是，所以没有其他的选择。对，除了我们想跟俄罗斯好谈谈这个事情。就是然后乌克兰那个跟俄罗斯人就是战争开始以来就几次见面，几次试探这个和平的解决，但是好像我们没谈好。俄罗斯有自己的条件，就是乌克兰要反击，全部反击。是，我甲观众朋友小统一一下吼，他对迪马先生所讲的，就是讲乌克兰的人民或者是乌克兰政府。无其他的选择，只有这条路通好行。因为如果若投降，或者是讲去和谈，伊嘛有想要和谈啊，但是就条件就讲袂出车。你若一旦放弃这条路，乌克兰就无去啊。不管是乌克兰家己的认同、乌克兰的文化、乌克兰的这个语言，也拢无去，所以因无这个选择。那么接下来我要请教迪马哈，就是。在战争以前，就是3月4号，就是在战争就是当时候战争以前，跟战争中，跟到目前为止，你们的心情，当时候还没打的时候，觉得有可能打吗？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很多在台湾在地的台湾人，有2极的想法，一种是一定不会打，一种是快要打了，哇，已经在想办法要移民要干嘛。那么两边有非常大的一个紧张的这个拉力，您可以来说说看，以你自己面临战争以前，你们国内的乌克兰人是怎么想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想得很简单。从一方面，我们希望这个战争不会开始，俄罗斯不会入侵，就是有个希望。那时候我们有这个希望，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政府、总统、国防部，他们了解战争不会避免的，是应该会发生。所以我现在看那个战争前的材料，我慢慢了解，就是我们的政府做了慢慢的准备的人民的那个思想方式，
准备很多那个法律背景，比如说那个 territorial defense， 就是地区国防的那个，对，他们慢慢准备，这个准备没有什么很快的，但是已经做的，所以但是乌克兰就是希望我们不会战争，但是好像乌克兰不能避免这个战争，因为没办法。他在迪马先生所讲的，就是讲，其实啊，在战争进前，乌克兰的这个政府、上至总统，一直到国防部长，哦，这寡政府的官员，一军队，其实拢慢慢开始咧准备啊啦，哦，大家也希望，一般的平民当然希望无战争，但是这不可避免了后，嘛是爱行上这条路啦，吼。我要请教，我头拄听迪马咧讲是，其实吼，我心肝头啉，吼，规身躯起鸡母皮。咱面对着这个战争，面对着这不可避免的战争的时阵，人民的这个心情、生活是大受影响。咱小等会当请迪马过来讲吼。但是这场战争，咱来看，普京是看起来是一直要行落去咯，一定要行落去，伊无可能会来和谈嘛？伊敢有可能讲，伊看起来咱看起来双方面损失嘛真大呢？伊现在无想要来行和平这条路，王老师。我感觉伊昨吼，等下因俄罗斯的国会吼，伊发表一个所谓的国情咨文啦吼，伊的想法是这场吼战争是因为西方国家甲乌克兰因发起的，伊为了要保护因乌东地区的迄个卢甘斯克跟顿涅茨克人民的生活，所以伊无法度来发动这种所谓的战争啦，吼，所以我的意思是讲，这个问题根源就是你西方国家，因为西方国家以美国为首的吼，甲北约吼来合作这个乌克兰。再让这个战争一直拍落去。第二点，其实伊嘛一直警告讲，这个乌克兰你袂使参加北约啦。北约因为你来参加北约了吼，伊感觉讲我俄罗斯我就无一个缓冲啦，就是讲甲欧洲国家甲北约之间缓冲，所以伊一直警告。毋过结果乌克兰嘛有即个想法讲要加入啦吼。其实我嘛感觉讲，这个问题上大问题是讲，等下普丁吼，普京伊的意识形态问题啦吼，因为伊一直讲乌克兰吼是属于俄罗斯的啦，乌克兰的文化就是俄罗斯的文化，所以伊感觉讲，因为发生这种代志吼，佮加上即卖迄个泽连斯基吼伊的做法吼，有一点仔敢若用武力吼来镇压迄个乌东地区的人民，所以伊为了这个代志，伊要伸张正义，这是伊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啦吼。毋过上大的问题是嘛是感觉讲，因为这场战争吼，伊一开始无想到讲，这个乌克兰做准备，做准备，伊本来想讲72点钟就甲解决甲解决，逼迫迄个泽连斯基投降，无想到讲泽连斯基无投降，佫继续甲伊拼落去，拼到即摆1年了后。伊可能嘛无想到美国是认真的过来甲支持一党的吼。对。所以我嘛感觉讲，一个国家吼，若要得到别人的帮助，家己要先坚强啦吼。拄啊，迪马有咧讲，其实2014年吼，就是讲苏联俄罗斯甲迄个克里米亚半岛摕去了后吼，嘛开始咧鼓动吼，迄个乌东地区的人民来反对因的政府，所以2014年了，所谓的乌东吼，迄个亲哦，已经开始袅出现。所以迄段就开始准备吼，所以咱感觉咱看讲，去年的2月24，战争爆发了吼，泽连斯基就马上动员伊的国民兵、伊的后备军人，表示讲伊早就咧准备为你做训练，因为你要了解讲，伊若无做好准备、无做好训练，西方国家遮尔侪武器互你，你要哪用？所以这嘛是一种思考。我感觉讲这场战争其实大家也无想要发生啦，毋过。迄个普丁就想讲用战争来改变这个欧洲的地图啦，吼，互欧洲知影讲，我迄个莫斯科吼，我普京讲，我是老大啦，我嘛是老大，你袂使无决定我的想法，吼。毋过这种战争拍到即阵其实双方其实拢无讲得到啥物。伊看起来嘛真无光彩呢，伊只大国。
因为战争无赢方啦，战争拢是输家，尤其是人民受到这种伤害上大啦。哦，个问题是讲，伊等咧因的国会发表这个国情咨文，慢慢咧讲，伊要退出拄好主席你讲的，迄个新战略武器条约。其实迄拢是吓惊啦，因为咱知影讲，俄罗斯的核武弹头大概6000多粒毋过照这个新的迄个战略武器条约限制条约是规定讲，双方美国甲中国，美国甲俄罗斯拢袂使超过1550粒。是啊。意思是讲，哪有可能讲等咧短几年，甲这6000多粒变啊3000多粒，迄是无法度，所以基本上都是一个条约啦。所以我感觉讲，伊即马是想讲用这种核武来吓惊乌克兰，吓惊西方国家讲，你若阁继续互落去啊，我可能会用这个物件。是。而且战争就更较大啊。这同款的问题要请教到院长哈。咱讲普京毋是厦门大学毕业的，毋是厦大。伊到底伊心肝头，咱咧讲真侪描述讲伊是独裁者伊嘛是一个理性的计算者，但是整个国家伊佫开始关系到民主的问题，一定要经落去。如果你若要做伊的幕僚，你即摆要甲出啥物计谋讲无即摆有通三角座位大家通好来和谈，好落台，好相看，我即个乌克兰的当兵会当创一个啥物计划安怎？老师恁外交学院的，敢有啥物计谋安尼？应该是安尼讲啦，就是讲，较早主持人有咧问讲，是毋是即个普京伊有想要和谈嘛？我个人感觉，我个人的看法是，伊应该是有啦。伫咧当初较早王老师讲的，但战争开始，其实伫咧迄个2-3礼拜，无像伊原来的计划了后，其实因双方是有见面想要谈判，是讲条件讲袂好势尔。离即马上近的，应该是伫咧9月下旬的时阵，就是公投入俄啦，4州啦，4个省公投入俄的时阵，迄个时阵其实普京伊就讲啊，用即个时阵对普京来讲，迄个时阵就是一条线，要以即个我目标已经达到啊。对，到以即个为条件，咱来以即个为条件来讲好看好无？但是乌克兰甲西方伫迄个时阵无接受普京即个想法，伊是讲你4州你就占去啊，你即摆要用即个做即个条件来谈判，迄个时阵美国甲迄个欧洲嘛是。想讲要全力来提供伊的武器，要来抵抗，所以根本就无接受。演讲内面讲，拢是恁西方国家你个支持，是这个意思。就是讲目前其实咱讲老实讲啦，乌克兰即马伊还佫会使有力量继续拍，其实就是外力提供伊武器嘛。无你研究伊各有的伊的生产、伊的物资，伊无法度佫继续。这场战争伊无法度继续搁落去嘛，就是讲外来的即个援助嘛，所以咱这上吊咱先莫讲，咱先看讲话的人伊到底是安怎会安怎讲，普京是安怎会安怎讲，所以当初伊9月底的时阵，其实伊就是希望迄个时阵就是这场战争的结束啊，看要来谈判无？谈判大概是讲你4州都已经占去，但是谈判你也加入去谈判，就是互相爱有小可对嘛？爱看你要换啥物嘛？伊嘛无可能，伊嘛毋是讲铁帮一地，讲我4州我着规个拢收入来。所以迄个时阵了，大家总共其实伊伫迄个赫尔松，伊佫主动小退一个。大概是讲迄是你战败啦，所以你家己退。但是你也看你到底是你安怎去解说即个重点，就是对迄个开始，所有即几个月来，结果所有的战场拢伫咧乌东嘛，就是互相。你车来我车去，对，就是讲伫咧迄个足细的范围当中，都咧进甲退嘛。好所以即摆到即个时阵为止，佫是一条线，1年啊嘛。好即摆伊讲的话当然咪讲较硬，讲较凶。但是伊是毋是会用即个核子武器伫咧伊的俄罗斯的国内，就是俄罗斯的国内，其实伊有规范呐，伊规范较足清楚，除非伊普京已经起效啊。无要管这个法律啦。世界秩序啊，伊规定真清楚，就是讲我用传统的武力无法度抵抗外来的这个攻击，我就会用。所以伊已经回答你，伊会用袂用，伊袂甲你讲袂用，伊嘛袂甲你讲会用。我也无法度抵抗，我就会用。
所以这个其实是足清楚的，所以你也要搁继续甲压迫，伊最后只好用了。好，我想这个伊讲了，其实是我感觉足清楚，因为大家是要想讲要对伊喙讲伊会用袂用嘛，但是事实上伊的法律规定较足清楚的，你也甲压迫甲伊无法度，伊当然就会用啊。我会记伊捌讲过，伊讲这个世界也无俄罗斯啊，爱这个世界要创啥？所以意思就是讲，俄罗斯你也战败了，伊就叫你拼，叫你强啊，伊就无需要，伊也输了，伊到迄核子武器要创啥？好，所以其实足清楚的啦，吼，其实大家看要就是讲西方也是讲乌克兰要，你也是讲压迫到个程度，就是讲可能有一点仔无公平。你大家讲是你先搞你搞对啊，但是你也拄着有这款核子武器的，到即阵大家也拢毁灭了，我毋知咧想讲到底是啥公平，啥是正义，大家也拢无存在啊。迄个正义甲公平是要安去要向上讨？是，迪马，我大概跟你翻译一下哈。那么两位老师的见解啊，包括是连院长的见解是认为，第一个 ，Putin 是有想要和谈的，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他认为要画出一条线，也就是我们现在图上看到的，就是乌东的四个省，啊，那么这个时候坐下来好好谈，那么是你跟西方国家一直打，然后不接受我和谈的条件，所以是你们失去了先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以现在来讲，这个是我要问你的，就是如果Putin再度提出和谈的时候，你觉得以你个人或者是你所领导、你所认知的乌克兰的人，会不会接受和谈？然后是什么样的条件底下，你自己尤其你又是念国际关系战略的，你自己从一个专家学者的角度，不要从乌克兰的人的角度哦，您来回答。这是很难说，因为首先就是和谈的条件，就是俄罗斯回到2月24号的线，就是乌克兰可以能接受，就是乌克兰的国家、乌克兰的领导能接受这个条件。好的，你们不到了，你们回到那个2月24号的线，就是我们可以和谈怎么合作，怎么做，怎么办？但是现在的话，好像乌克兰的总统说得很清楚。我们会继续打仗，我们会要回去我们的乌克兰的东部那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区，我们要克里米亚回乌克兰，连克里米亚都要回来。对，就是1991年的那个边线。那你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吗？我不知道，现在乌克兰好像没有这个能力，至少现在没有。但是现在那个西方的武器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抗议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大。反正乌克兰的军事缺少很多东西，比如说战机，现在飞机对战机是。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还是希望能够继续打下去，然后打到一个Putin 觉得说好了，不要打了。是这样吗？还是说照连老师或者汪老师讲的，到某一个程度就应该要见好就收，让回归到整体乌克兰人的这个利益上？你觉得呢？就是很难说，好像是如果我看那个研究，那个社会研究，乌克兰就是希望我们能回到1991年的那个边界那条线。对，这是大部分乌克兰人的想法。是，所以这大概是没有办法回头的路哦。不知道，有可能有，但是要看哪些的条件。所以如果他有开条件的话，也许可以看一看。您的意思是这样？对，但是我们要看俄罗斯的条件。对，俄罗斯的条件就是 denazification， 这个 demilitarization， 就是意思是我们要消灭所有的我们的武器，这是他们的条件。因为他们觉得乌克兰是至少按照他们的那个领导的话，乌克兰是一个威胁。是。所以这个观念就是没有共同点，真没有共同点。然后因为好的，我们所有的武器消灭了，然后下一次俄罗斯会不会打我们，这是这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甲观众朋友小同意一下吼，但底嘛是讲要和谈，就看罗西亚提出什么条件。如果若是讲叫阮啊，甲所有的武器拢消灭去，拢毁灭去，啊，这就是无可能。你若下次就过来拍甲我拍，我就物件无甲你牵，无物件来甲你牵，无甲你抵抗，啊，我毋就规个拢落水去，吼。所以这是乌克兰人吼，即马家己的心态，就转看讲这个双方面的活动啦，吼。但是呢，基本上我还再追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一整年当中，人们的生活的层面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上学、上班、就学、工作上面，你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让我们能够理解这个战争的残酷跟恐怖也好，或者是残忍也好，就是包括你的家乡附近的城镇也被导弹，那么有你的同学，那么他们的生活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你可以跟我们大概描述一下。就是影响生活全面方面很大，全面方面很大。比如说简单的例子，就是我的家乡就是在西部，算是比较安全的地方。但是我附近的小镇3次用导弹到了，我们中心城市3次被到了。然后下一个例子，我的家好像是每天只有电就是8个小时，早上4个小时，晚上4个小时。现在情况越来越好，但是这个都是影响那个经济工业，就是这个2个影响。或者大家能不能想一想，他们没电怎么办？怎么生活？怎么上班？这对工业有什么影响？那如果说没电的话，那晚上尤其现在又需要暖气，那又需要瓦斯，那这些供暖或者是的生活有受影响吗？就是我可能有供暖，大部分有供暖，所以跟那个电关系不是。就是没电。没电的话，就是他们有那个发热电，有自己的发电机。发电机，对，就是要准备发电机。对，但是准备好了。但是反正不是每个工厂这样做，不是每个小产业这样能做到，是影响很大。然后升学，对，就是大家假装就是生活还接下来，但是这个假装不是真的是。大家假装对生活正常，因为每天的压力很大。如果你每天想一想，就是我的家会倒了，我的家会爆炸了，然后导弹会到我的家，会到我的孩子的那个学校，怎么办？大家避免想这个东西，但是假装生活很正常。但是已经每个家有准备了一个 emergency bag， 就是有吃的，有暖的东西，有钱，有很宝贵的东西。所以几乎每个家都已经赚钱，大家有的就是这少部分就准备了这个危机包。但是现在所有的大家已经完全意识到，就必须要准备这些东西。我们希望我们不会需要这个东西，但是有的人已经开始准备好。现在几乎每一家都有。是，观众朋友吼，他对迪马先生所讲的，就是讲，虽然伊的这个故乡吼是伫乌克兰的西部吼，相对较安全的所在，但是伊附近的这个砖头啊，也是受到攻击。啊，中心的这个都市嘛是受到攻击。那么每天吼，早起4点钟，下晡4点钟的这个有电，啊，其他的时间无电，吼，干那安尼你就当想看卖，你生活会受到什么影响？吼，然后大家吼拢假善吼，讲生活是真正常，但是心内压力是真大吼。那么一般的这个物价吼，更较免讲吼，这就是乌克兰即马目前啊真实的这个状况啦吼。另外我要来请教到王老师，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咱在媒体顶头看吼，韩连老师甲看吼，真侪人讲啊，这个乌克兰唔通加入北约，包括这个 Kissinger， 本来是讲啊你唔通，啊即马 Kissinger 啊讲啊你就要加入，加入北约啊，
至到讲，即个罗西亚的感觉有威胁即件代志的即个连结。咱真侪观众朋友看这个新闻吼，知影讲哦，是啦，是乌克兰甲罗西亚是连接，啊，然后如果呢，即个加入北约了，啊，北约的势力范围来到乌克兰，但是这到底实质上是啥物意义？是会当乌克兰即个境内开始部署即个武器啊、枪支啊、飞弹，是这个意思吗？还是啥物？因为咱了解讲。迄个北约是1949年成立的吼，伊是迄时阵有一个迄个华盛顿公约啦吼，伊内底第5条就是讲任何一个国家若用攻击其他国家，爱来甲伊斗相共。若讲乌克兰是北约国家，伊去互罗西亚吼攻击对无？北约28国都来帮助伊，所以你感觉即摆规个迄个乌克兰的境内吼？拢无美国人其他国家的人入去内底，干有武器尔，是这个原因，是这个原因吼。主要是因为咱了解讲，迄个冷战吼，为1949甲1992吼，这个时代，咱咧欧洲两个足大的迄个国际组织吼，一个是叫做北约，一个叫做华约吼，华沙公约组织，因咧对峙吼，一个老大的美国嘛，一个老大的是俄罗斯啊。毋过9月了。苏联解体嘛，解体迄个华约组织嘛解体啊，解体了吼，北约吼，等咧美国的大领之下吼，本来伊的势力范围等咧西欧啊尔，确定中欧，拢甲包起来。即摆规个欧洲除了白俄罗斯，除了乌克兰，毋是吼，去年迄个瑞典甲芬兰嘛要加入，若讲瑞典甲芬兰佮加入，佮加上。原来28个国家，等于讲规欧洲，罗西亚就去用围到底了嘛，所以等于讲，对莫斯科来讲，伊个安全的需要是必然的啦吼。这是心理需求，还是实际上的？实际上，因为吼，咱知影了解讲，波兰、捷克哦，迄个匈牙利拢加入北约吼，所以美国甲北约军队甲伊的飞弹。自由出入拢会使部署咱伊的边境，就是讲咱伊的国家内底。所以即届迄个拜登毋是去基辅去看泽连斯基吗？伊安那去，因为芬兰呐，因为波兰的边界一火车安尼入去吧。其实伊嘛是为华盛顿坐飞行机甲波兰美国的空军基地安尼来再个入来。所以伊若乌克兰若属于北约吼。乌克兰的迄个境内就会使互美国甲北约所有国家的武器拢基地，所以等于讲，本来乌克兰遮大国家毋是北约会员国吼，所以俄罗斯甲美国、北约各有一个乌克兰做一个缓冲啦，就是讲上无包括一个国家，若伊若加入了，伊会弄到伊的边境嘛，而且直接拍到伊莫斯科嘛，所以莫斯科上惊即个代志发生，所以伊阻止嘛，其实北约内底国家，德国甲法国嘛，讲唔通互你来，因为你来表示讲我要甲你拼，所以某种程度是有一种想法讲，莫加入，你加入迄个欧洲联盟经济加入就好啊，你安怎莫加入？毋过可能罗西亚无得等啊，我感觉讲你一定会加入，所以我先甲你拍，先下手为强嘛。老师，你讲了真有道理吼，但是我就吼替观众朋友啊做一个这个小白啊吼，我来请教着连院长，就是讲这对。罗西亚来讲是心理上的威胁，还是实际上的威胁？头王老师也讲，我军队会当自由出入，但是，我咧想讲，你无张无弛，你咧惊你人去甲你拍，你若莫去拍别人，人嘛袂甲你拍。咱咧看吼，世界上会发动战争的，大部分拢毋是民主国家，拢是非民主国家才会发动战争啦。但是就这条来看。你到底咧惊北约什么代志？因为北约应该来讲，因这种是民主国家吼，伊袂无张无弛，甲你发动战争啊。是经济上的制裁，可能对伊来讲较食力啦。而且罗西亚嘛，还佫有即天然气，头我甲你电你暗军啊。伊是咧惊什么？应该是讲吼，我想迄个翁老师应该更较了解啊。迄个叫做
叫战略战略的人，就是希望啊，你互相的边界啊，莫相连。你若相连了后啊，啥物代志拢有可能发生。当然，你会想讲啊，民主国家可能也袂主动去发动攻击，但是对战略来讲，你啊互相的迄个领土相连啊，啥物代志拢有可能发生。所以，伊就是咧避免这个情形发生。所以，乌克兰像较多王老师讲的，作为一个缓冲嘛，吼对。啊，其实伊嘛是有做过调整，吼，就是讲啊，好啦，啊大个乌克兰啊，确实无遐多洲际，你上尾要有乌东，就是乌克兰东部迄几个，会使小动一下。伊就是要安尼，要本来要动一下，所以即个规较多底嘛有讲，伊讲啊，可能乌克兰的人民想讲啊，可能要倒转去到1991年的迄个边界，但是事实上应该啊，正是要转去，应该是转去到2015年的明斯克的迄个协议。协议顶管写讲甲足清楚，伊是一个国际条约，顶管写甲足清楚的，就是讲即个两个乌东这两个州，伫个乌克兰的宪法顶管伊是高度的自治啦。吼，就是讲即个你也是属迄个乌克兰的，但是你互你自治，互你自治，但是伊有一寡权利，吼，会使伫个即两个州政府来做决定啦。吼，这是当初法国甲德国拢做保证国，所以伫个即个战争要开始进前。普京也阁有甲德国、甲法国讲，即个2015年签的即个国际条约，你是毋是爱请乌克兰都爱遵守？你爱修宪，爱甲即个两个州下到我同意，伊也阁是伫个你乌克兰内底，但是你两个爱即个爱有较关度的自治，爱有较侪的权利，所以最后伊也阁是咧做即个拍拼努力啦。但是我因为最后战争开始了。大家拢会认为讲，啊是你发动的嘛，所以你可能啥物代志拢是你唔对。但是咱若讲，敢若大车弄碎车，安尼你大车你都唔对。你事实，咱即摆来看，尽管是安怎，伊会讲即个话，啊，像咱规个历史的迄个发展的过程，伊直讲啊，国际条约是毋是应该爱遵守？哦，在即个角度来看，啊，是毋是啊？当国际条约签落拢无要遵守啊，国际条约签心声呢，就是无啥物意思啊。啊，这个我就要来问问看，这个乌克兰人的想法。刚刚连院长两位都有提到关于明斯克协约的事情，明斯克条约的协议。那么明斯克条约有德国跟法国来做见证，说要这两个州要能够高度自治。那么俄国人要打乌克兰，就是为了这两个州没有自治，没有能够高度自治的原因。这个说法你同意吗？就是有一些问题。这个明斯克的协议就是他们就是说，这个两州要回乌克兰，但是那个回乌克兰的过程不太清楚，这个是那时候最大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好像8年都没解决好的，对，因为顿涅茨克说基辅要先做，基辅说乌克兰政府说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州那个小政府要先做。然后这个明斯克没有说清楚，没有很特别清楚。你说在协约里头没有说清楚？对啊，谁要做先？然后比如说，如果他们就是如果按照那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俄罗斯会对乌克兰政府有直接的影响，这是最重要。然后乌克兰的政府了解，如果俄罗斯的用那个两个州影响。政府政策，他们对全国的政策，就是墨西哥的直接影响会很大，因为8年以内，就是那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州都是算是俄罗斯帮助存在，因为他们俄罗斯提供的武器人，然后所以那时候这个两个州变成了俄罗斯的工具。那时候为什么要签呢？因为跟现在的总统是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政治想法，所以才签了这个合约。那时候至少他们没有那么直接，没有这么直，这是很重要。然后他们就是试试玩跟那个基辅的政府玩游戏，就是然后反正是都是开火了，没停火，这是很重要，这是很重要的条件。是，
观众朋友，他这底嘛是讲吼，在乌克兰人来看，这个明斯克条约里面哦，其实定义较无清楚啦。尤其吼前人所签的，我后人我无认晓，所以内面有一寡无清楚的所在。这请王老师甲连老师来讲。因为德国甲法国当时吼来协调这个代志，是因为讲2014年吼，克里米亚因为嘛是经过公投啦吼，去并入去俄罗斯的迄个领土吼，所以欧洲国家无希望讲这种代志佫出现啦，所以因出面来调停讲这两个州吼，卢甘斯克甲顿涅茨克吼，也使高度自治啦吼，毋过。这高度自治基本上嘛是属于基辅的宪法统治的两个所在吼。嘛，强调是讲，基辅政府吼，就是讲袂使去镇压因的老百姓，因为这老百姓感觉讲伊是俄罗斯人嘛，伊讲的嘛是俄罗斯罗西亚语言，所以袂使甲因的文化啊是甲因的生活在敲边哦。不过。可能迄个乌克兰政府为了讲要控制这个所在吼，加强这个所在的军事军事个社会的镇压，所以有足侪人感觉讲这以后这个明斯克是有感觉到实情，所以有这种反弹吼。咱看2012年2020吼，无到半年俄罗斯就甲这两个州吼经过公投。就变成因的所在啦，所以某种程度，即马莫斯科就感觉讲这是事实嘛，你袂使甲改变，所以强调这个物件哦。即马问题上大问题是讲，拄咱咧讲的，讲这个核弹的迄个底线是1991，还是2014，还是2022？所以足侪不同的看法。所以我感觉讲，即马俄罗斯的想法是讲，我先占先赢嘛，我有筹码嘛，才有得甲你谈嘛。上济我减少我行李安尼不过伊的克里米亚是袂害的啦，伊接袂出来，所以我即马上大问题是讲国际有多一个势力会出来，会使甲因讲，甲起落去讲吼，可能干那剩中国人尔啦，吼，这个就这就讲到这个角色吼，连老师，头仔王老师讲，有通啊来起落去讲的，可能是中国。中国啊，家己跳出来讲，我来做一个和平计划。我中国甲罗西亚是，阮的友情是坚决完实。敢若石头安尼才定着。敢是安尼，还是中国人伊是咧想啥物啊？我想这个北京这边吼，这已经1年啊嘛，咱其实有足侪时间吼，足侪代志会使去观察伊的行为啦吼。伊到目前为止，其实美国虽然在警告，最近提出的警告讲，你唔通供应俄罗斯会处人性命的武器，以前拢是袂处人性命的物资啦，可能啊衫啦、裤啦、迄个食物啦，过来可能是这个武器。虽然美国安尼讲，但是你甲倒摆来看，代表伊进前无供应嘛，还是讲伊无掠着嘛，无掠着北京供应的迄个证据嘛，所以伊到即摆甲你讲。即摆伊要1年啊，伊甲你讲，你袂使做即个代志嘛，所以这就是更加来证明讲，北京伊有即个实力来做即个对，做即个即摆来看到底两边即摆在车拼的时阵啊，伊看到底伊的力量加去倒一边，唔敢讲一定赢啦，但是呢，小会使拍较平嘛。即个较多两个老师拢有咧讲啦，其实战争一开始了后啊，其实。过去的迄个所有的即个条约啊，做废啦，都定五步都定来啦，吼的部分，但是会使做参考，就讲咱要退去对一条线，所以较多有人讲2015嘛，对吧？有人1991嘛，吼，就是看，迄拢是在做参考的，但是到即马为止，就是对即马开始去算起了后，所以对1年了后，这就是即马迄个王毅嘛，伊的迄个外事办的主任去的时阵，伊不。唔拿去欧洲，伊搁去迄个俄罗斯嘛，去莫斯科嘛，的这个甚至上重要的就是讲，这个中国的上悬的领导者要去访问嘛，这要去访问，基本上就是代表讲我对伊俄罗斯的支持嘛，我对伊的支持嘛，最后较多讲几波，最后拢无法度解决战争，上重要就是伫咧战场解决嘛。上会使伫咧战场拍赢，最后就是由伊来讲话嘛。拍赢是讲咱较多加一个因素，就是讲
这场战争确实大家也拢有共识，要拍赢，毋是用核子武器，是用传统武器，安尼大家就来看上手拍来试看嘛，就看大家拖较久的嘛，拖上久的人赢嘛。准讲大家也有这个共识，就讲你唔停，但是啊，莫大家规个拢毁灭，啊，那就大家来拖嘛。啊，确实啊，两边包括美国、欧洲，也是俄罗斯甲中国，拢有这种看法，就是讲大家拢知影，因为这啊，大家毁灭了后，拢无啥物好讲的，不管你啥物正义、公平的啥物，迄啥物原则拢无效啦。啊，就大家带战场来拖看上较久啊，啊，就是看物质，大家物资，大家直直等落去嘛。靠有动头啦，靠动头嘛。啊，较多嘛讲啊，就是讲即马看美国的态度嘛，其实乌克兰会使抵抗到即马，其实就是美国的资源入面嘛。啊，美国若继续甲资源倒落去，啊，这个战争就是继续个维持落去嘛。对吧？咱谈到怎样哈，就是刚刚2位的老师所谈到的，就是和谈。其实过去的这些条约基本上就已经是完全算是毁掉了，那么只是一个参考值而已。那么就和谈面而言，现在美国人如果继续投入，那么如果像连院长说，如果双方都能够承诺不用核子武器的话，那就是最后就是传统武器，大家来比拼，看谁能够撑到最后。你认为乌克兰人有这个决心要撑到最后吗？我觉得有，至少现在有，因为现在就是乌克兰的国家的存在的问题，就是乌克兰的民族存在的问题，这是观点。对乌克兰人是观点，毕竟是谈判，和平谈判就是最好的解决，最好的方法。但是好像俄罗斯有自己的条件，非常固定的条件，然后他们不会说啊，我们不会移动的。对哦。你觉得在谈判的过程里头，你们绝对是希望能够在这个1991年那条线，不是在2015年的那条线。就是整个乌东都要还我，甚至连克里米亚都要还我。我觉得现在以你自己来讲，我觉得大部分乌克兰就是不能接受，已经不能接受，因为是2014年战争在顿巴斯战争开始的战争，就是大家很多人就是让这个2个州就是留下独立的，就是乌克兰反正想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但是现在的话，乌克兰的想法越来越强调。越来越强，因为就是乌克兰就是知道，如果好的，我们就是现在跟俄罗斯谈好这个事情，然后过2、3、4年怎么办？他们会准备好自己，不是做这个去年的安排乱的安排，他们会做真的很好的安排，真的做对军事、经济、其他的方面做的安排，然后他们会的。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方式就是 ideology， 反正不会有任何变化，就比较僵硬的，比较强硬的。对啊，是，好。所以这是那个俄罗斯的，我们可以做现在谈，现在可以停止在这一线，在现在的线停止战争，但是反正俄罗斯有自己的想法，对乌克兰有自己的想法，对乌克兰在俄罗斯的世界的地方，这是很重要的想法。然后过2、3、4年，他们的想法不会变成，但是他们会看到啊，我们已经做了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下一次可以到哪一个地步？对，再打获得更多，再打获得更多。这是一个很有可能的。是，上后尾2分钟哈，2位老师哈。甲咱真简单来讲，这1周年对上后尾对咱台湾有啥物启示？除了咱来准备自我，我佫有啥物代志，咱会当家己来自我来觉察。我感觉上重要是讲，咱来了解讲家己国家家己救啦吼。无论讲国际上有偌济朋友会甲你斗相共，你家己的武力、家己的国防、家己的外交拢要创好吼。不止讲准备
会使甲人战，会使得到和平，嘛爱甲人讲，来得到另外一种和平国家安全。吼，因为即届咱就了解讲，即嘛是美国甲乌克兰嘛要继续拍吼，啊，俄罗斯嘛要继续拍，啊，毋过中国有一个想法讲要来政治解决即个代志，所以未来可能中国哦会发展即个角色来甲即个代志冲了。所以我嘛感觉讲。咱有这个能力了，家己自我防卫，嘛爱思考讲，嘛爱叫人谈，爱争取国际支持，对，要是谈。连议长，我想一个国家当然嘛爱家己防卫家己啦，但是外交是上重要，外交上重要就是爱交大家最好拢做一个好朋友，绝对唔通交一个足麻子，交一个敢若死对头安尼，完全拢唔讲话，安尼唔是。外交的上基本的这个标准啊，的原则。这嘛是一个好的 case 哦。